最近有機會同一班教牧同工同埋朋友去一個非常美麗嘅地方，叫做 Loon Lake Lodge， 喺溫哥華附近嘅 Maple Ridge， 有4日3夜嘅退修。呢個係一個喺山上充滿樹林嘅營地，我覺得呢度就係人間仙境，一個非常美麗嘅地方。多謝加拿大聯合教會基金會嘅經費支持，讓我哋完全冇經費負擔之下，經歷咗一個非常美好嘅退修。喺呢笪嘅地方，我哋享受咗一個寧靜優美嘅環境，當中冇太多嘅程序，只有交流、分享，仲有一啲分享詩歌嘅機會。1月份教會嘅年曆就進入咗一個節期，叫做主現節 Epiphany。呢個英文字嘅意思就係顯明、揭開嘅意思。開始嘅時候都係讀出耶穌受洗嘅經文。好多時候耶穌受洗嘅故事同埋接着而嚟耶穌去到曠野被試探嘅故事，都係分開喺2個唔同嘅時間嚟讀出嚟。其實聖經福音作者並冇將這2個故事係分開嘅。耶穌接受受洗之後就進入曠野。其實就聖經嘅傳統嚟講，曠野就象徵着鍛鍊同埋更新，而唔係一處被遺棄嘅地方。耶穌受洗之後進入曠野嘅故事，就讓我哋知道耶穌內心嘅掙扎。曾經有懷疑嘅聲音進入佢嘅內心，企圖想破壞佢服侍上帝同社群嘅熱誠。淨係喺曠野，冇其他人，只有佢同大自然。佢喺嗰度重拾佢嘅使命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問，我係邊個？我嘅使命係乜嘢？其實質疑、掙扎、沉思都係生命嘅一部分，亦都係使命嘅一部分。冇經過呢類嘅掙扎，其實就唔知道點解要堅持。呢個亦都係我喜歡去曠野嘅原因之一。我哋都喺大城市當中生活，身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，生活都幾熱鬧，就令到我哋可能冇時間去面對自己，澄清好多好複雜嘅問題。但係當我哋進入上帝創造嘅大自然當中，我哋就有空間同埋時間嚟到去認真嘅去諗一諗呢一類嘅問題。曠野可以指係一處荒涼嘅地方，亦都可以係講我哋內心嘅一種心境。曠野就係同上帝同行嘅一個重要場所。如果你好似我一樣住咗喺加拿大，呢片大土地實在有好多嘅曠野，可以提供我哋退休寧靜嘅機會。你唔一定要等教會甚至一啲嘅社會團體安排夏令營、退休會才能夠有呢種嘅經歷。只要你有興趣、有時間安排一下，其實都好容易去到大自然嘅地方，經歷退休嘅經驗。其實大自然就喺我哋嘅眼前，隨時可以去安靜自己嘅心靈，面對一個混亂嘅時代，再一次被上帝嘅創造所擁抱。希望喺嗰度你重新肯定自己嘅價值，重拾嗰一份關懷人群、服侍社會嘅情懷。希望呢啲嘅分享對大家有幫助。